發展具備咗駿馬嘅好幾個特質。第一就係駿馬奔騰跨越險阻。今年嘅展望，當然外來環境仍然係複雜多變，波動在所難免。但係只要我哋堅持做啱嘅嘢，秉持開放公平嘅市場環境，不斷咁推動市場嘅改革，做好市場嘅基建同埋發展，管理同埋應對好各項嘅風險，我哋必定可以像我哋嘅市場必定能夠好似駿馬一樣跨越險阻向前邁進。第二係要快馬加鞭啊 Bonnie， 力爭上游。科技變革正係加速演變 ，AI、生命科技以至量子計算，正係重塑經濟體嘅競爭力，亦都會深刻影響股票市場嘅發展。以2026年計咧，我哋就開咗個好頭，已經做咗24隻 IPO。新股市場以外，證券市場亦都繼續創出佳績。上年嘅成交固然破咗紀錄啦，去到近2500億。但今年1月，我哋再接再厲，成交額已經超過2780億。我自己睇咧，而家仲係呢個牛市嘅初中期，可以話係黃金牛市嘅初中期。喺今年2026年咧，我哋黃金交易所大家睇法咧，黃金挑戰6000美元一盎司咧，個機會係好大嘅。